疑惑三，約翰福音8章46節，你們中間有誰能指證我有罪呢？我既然講真理，你們為什麼不信我呢？我講真理，你們卻因此不信我。我既然講真理，你們為什麼不信我呢？耶穌喺呢度所指嘅真理，並非片面、靜態、死嘅、孤立嘅真理，而係生活中嗰整個嘅動嘅真理。耶穌嘅整個人生就係真理嘅具體彰顯啦。我哋經常將真理視為一種死嘅知識，一種理智上可以承認嘅條文，因此我哋就產生咗好多嘅困難啦，生出咗好多嘅疑惑。如果我哋能夠將真理視為耶穌嘅生活，視為佢要我哋得着嘅豐盛人生，就自然會相信信仰不單只係對某一部分真理嘅承認，更加係接受整個真理去實行、去生活。信同唔信並非只係腦裏邊嘅問題，亦都唔係心嘅問題，而係同我哋整個生命有關。使徒保羅所講嘅因信稱義，並非單單係頭腦同埋心靈嘅一種反應，而係指接受主嘅整個生命。如果真係咁樣，為什麼不信我呢？因為信就係行動啦。耶穌醫病嘅時候，就經常會問對方係咪有信心。如果對方有充分嘅信心，能夠同行動去結合，咁樣嘅信心就有醫治嘅功效啦。有時耶穌唔多行神蹟嘅，正係因為佢哋不信嘅緣故。呢啲一切都係在於去實行、去生活。我哋之所以能夠安心睡覺，係因為相信明天太陽仲係會從東方升起。我哋之所以能夠積極生活，係因為相信憂愁之後必有快樂。咁樣就好似話，如果你要破除對太陽係咪會升起嘅疑惑，最好嘅方法唔係先去研究天文學，而係瞓到天光嘅時候嚟睇一下。同樣地，如果你係要破除對人生價值嘅懷疑，最好嘅方法唔係先去研究哲學，而係切實咁去生活。咁樣真理就會活潑潑咁喺生活中被證明出嚟啦。主啊，我今日要由實踐中揾到信心，求你幫助我，因為我嘅信不足。阿門。